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大甲妈今仔日绕境的第4天，早暝是顺利自驾离个嘉义新港的奉天宫，而且伫今仔日透早来举办祝寿的典礼，现场引入到真侪人，讲超过10万人，拢伫要看袂到金崩咯。所以大家尽量先不要上祭典堂。大甲妈祖天教伫咧嘉义奉天宫举办祝寿典礼，现场的气氛是真庄严。 信徒是坐甲可出出，成万人伫咧街仔路，有人提香，有人双手合掌，虔诚拜拜，场面真壮观。咱妈祖是和平的使者，也是台湾海事使者，所以这个代志，和妈祖都来咱取桥得了。啊，咱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，一切平安。啊，我想这拢是对咱妈祖那非常虔诚的祝寿。 大甲妈文庄第4天，伫咧嘉义新港奉天宫，下晝5点就举办祝寿仪式。预估请要来10万的信徒，和附近店头的生意嘛对咧抢滚。人潮多，然后买气好，然后多个2成以上都有了。另外一边，一只搁一只的大猪公、加加马、大庙传滚啊只，民众先甲礼券买起来，对当买猪肉保平安。 员工无用试试，伫咧桌地卡，速度嘛真紧，啊现场排队队伍嘛排甲热长。是妈祖拜拜的东西，所以吃了会保平安啊。今年13才12只吧。12只哦。对。所以数量有限就对了。对。大甲妈祖文庄西景，续来会阁有主驾典礼、祈福典礼、回教典礼，嘛拢会伫咧奉天宫举办。预计30号回銮，卖互妈祖的信仰继续流传。 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